Welcome back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集所学的几个单词呢？那这期视频我就要教大家如何运用这些单词来进行自我介绍。大家可以先试想一下，在中文中，如果我们第一次与他人见面，我们是如何介绍自己的呢？以我自己举例，我会说：“你好，我叫一周。”如果再进一步说明的话，我会讲：“我来自中国。”但在毛利文化中，自我介绍不仅仅只是我是谁、来自哪里这么简单，它会有一套非常标准的框架结构。通过这期视频，我会教大家一起构建自己的自我介绍。佩佩好。佩佩哈对毛利人来讲尤为重要，他承认了我们从哪里来，什么土地养育了我，以及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族群。佩佩哈广泛运用在非常正式的场合，以及与重要的人物相见的时候。如果我们可以用佩佩哈来介绍我们自己，就会有便于对方更加了解你从哪里来，你是谁，以及养育你的土地和生活环境的联系。有的时候，毛利人也会通过佩佩哈来知道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联系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佩佩哈。通常来讲，佩佩哈是由与大家打招呼，和大家说你好开始，一般都会以 Tena koto katoa。那 Tena koto 我们之前在打招呼的时候学过，就是说大家在座的各位大家好。这句话在正式场合里经常可以听得到。Tena koto katoa 意思是大家好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佩佩哈的部分的第一句，一般是从养育我的山川开始，句型是 ko， 然后中间是山川的名字 toku mona。ko 后面接的是我们山川的名字，接下来在山川后面的是河流，河流的单词叫 awa。同样的句式，在 ko 后面接自己河流的名字，比如说养育我的河流叫滦河，所以在我的河流这句话就会讲 ko 滦河 toku awa。在讲完河流之后，我们还会讲海洋，比如说我家来自渤海地带，所以养育我的海洋就是渤海。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会讲 ko 渤海 toku moana， 介绍过山川、河流和海洋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我们的部族，毛利语叫 iwi。想加上自己民族的话，比如说我是汉族人，我就可能说 ko han toku iwi， 我是汉族部落的人。那接下来会说我们来自的国家。我海那后，我从中国来。接下来呢，在家族中比较重要的长辈，在介绍过所有在我们之前这些山川河流长辈以后，最后才来到我们自己。大家也许还记得，在我前2期视频当中，我自我介绍的方式 ko ijo tokuinoa， 我的名字叫一周。之后我们可以说 ngolela 在这里是 therefore。因此、因而的意思。Tena koto, tena koto, tena tato kato。那这句话呢，是对大家表示衷心的祝福和问候的意思。在佩佩哈当中，毛利人首先承认并推出了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，然后再介绍了自己的祖先以及父母。在有些毛利人的自我介绍中，他们也会将登陆新西兰的哪艘船加到佩佩哈当中。那今天的佩佩哈部分，如何在新西兰正式场合下向他人进行自我介绍，这个框架你学会了吗？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 ，Kakiteano。